大家好，我係 Sunny，我而家係電視台嘅一個體育記者。其實我參加計劃之前係一個可以話係好中意體育嘅愛好者啦。咁當時淨係一心諗住要做廣播嘅。玩咗呢個計劃之後咧，我發現原來係體育呢個行業仲有採訪，可以了解到好多運動員背後嘅古仔啦。咁就純粹比可能坐喺廠做評述就更加嚟得有趣。我諗係其中一個係一個4人足球賽啦，咁係喺馬場度搞嘅一個賽事。我記得我嗰次係第一次埋台講波啦，面對咁多鏡頭，亦都知道有網上直播啦，好多嘅網上觀眾會睇你啦。雖然嗰陣就冇話即時睇到留言啦，咁但係都會好緊張。雖然好誇張講得，但係俾咗我人生個意義同之後嘅道路咯。因為未參加呢個計劃之前，我都冇諗過自己會做體育記者嘅。如果想好似我咁用唔同嘅角度感受體育賽事，就快啲報名參加 JSR 啦！